大家都能感受到一種緊張的氣氛，投資者普遍擔憂可能會出現黑色星期一。盤前市場風聲鶴唳，美國股市在上4-5兩天內累計蒸發了市值6.6萬億美元，自川普上任以來的累計損失更是高達11.1萬億美元。這種情況給很多高倉位帶來了巨大壓力，不少對沖基金不得不急住售股票和其他資產籌集現金以應對追加保證金的問題。面對市場劇烈波動，川普和他的團隊再沒仍重申了對關稅政策的強硬態度。雖然川普說他並不是故意讓市場大跌，但他說有時候不得不吃藥來解決問題。美國商務部部長盧特尼克宣，原定的對等關稅會在4月9日生效，並且持續數日。而財政部長貝森特則堅稱這些關稅是必須的糖，是否認會引發經濟衰退，白宮內部已經達成了對外一致的口徑，打破了沒投資者對於關稅推遲的期盼，直接成為今日盤前大幅下跌的主要誘因。亞太市場和歐洲市場今天全線殺跌，歐盟想認聳但又不想聳得太徹底。歐盟貿易專員表示，歐盟已向美國提出對汽車和工業品0對0關稅，歐盟汽車關稅目前為10%。但川普依舊不滿意，讓歐盟再放棄增值稅。增值稅是歐盟成員國的重要收入來源，歐盟不太可能改變增值稅制度，這樣談判進展困難。歐洲股市因此今天也大幅下挫，德國 DAX 指數更陷入技術性熊市，標普500指數今天開盤跳空低開早盤。一則來自 X 平台上的虛假消息稱，川普正考慮對除中國以外的國家暫緩90天徵收關稅。受該消息的刺激，標普500從4835點大幅衝高至5246點，半個小時拉了400點，市值一度增加了逾2.5萬億美元。隨後白宮迅速闢謠稱這是個假新聞，美股也迅速回落。我認為這個烏龍事件很可能是白宮或者某些多頭機構故意製造的，目的是用這種方式來爆掉一批空頭倉位，緩解一下整體市場的系統性風險，然後再闢謠虛假消息。雖然股指很快回落了，但是空頭被這麼一搞傷到了元氣，或許也感到害怕，因為市場悲觀情緒已經極端到隨便一個消息就可能引發暴力反彈，所以不敢再全力砸盤。股指回落後，剩餘時間都在5000點附近橫盤震盪。即使川普在11點發帖宣，如果中國明天不取消其34%的報復性關稅，他將對中國額外徵收50%的關稅，大盤也沒有再繼續下殺。同時，今天上午11點半，美聯儲召開了閉門會議，討論了提前貸款和貼現利率等問題。他們當然也關注了當前這種市場動盪的局面。儘管鮑威爾多次強調美聯儲需要觀望一段時間關稅政策的影響，不急於調整利率，但市場對降息的預期還是很濃厚，甚至已經定價今年會降息5次。摩根大通預計從現在到2026年1月，美聯儲將在召開的每次 FOMC 會議上都決定降息，並預計到明年年初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的頂部將下運至3%。而本四公的3月CPI 數據如果顯示漲幅溫和，也會進一步支撐這種降息預期。最後三大股指收市漲跌不一，標普與道指小幅收跌，納指小幅收漲。科技股帶頭反彈，但市場暗度仍然很差，下跌的股票數量是上漲數量的3倍，其性股票表現最為疲軟。標普500指數今天日 K 收出一根大十字線，帶有上影線和下影線，表明多空在5000點附近形成了拉鋸。從今天的市場反應中，我們可以看到當下市場完全由消息面和情緒面主導，對川普的任何言論都非常敏感。基本面反而是其次，今天日內低點較年初高位6147點下跌了超過20，已經摸到了技術性熊市，這是自1945年以來14次熊市中第2快的跌幅，在這輪受
中，芯片製造商嘥概念股和旅遊公司的損失最為嚴。從雖然靠假消息震懾住了空頭收盤，暫時成功守住了5000點，但市場情緒仍極度悲觀。今天收盤後 CNN 恐懼貪婪指標仍處於4的極端水平。美國個人投資者協會最新的調查顯示，看跌情緒達到了61.9%，這是自2009年金融危機以來的最高水平。而恐慌指數 VIX 開盤最高飆升到60，顯示投資者極度緊張。雖然盤中回落，尾盤已經低於50，這是個積極的跡象，但是期貨曲線顯示波動性可能在未來幾個月內繼續保持高位。因此，雖然短期要警惕潛在的砸空風險，但反彈只會為下次售埋下伏。不過股方面，聯合健康盤後大漲，有報道稱川普將在明年大幅提高醫療保險支付費率。最近美股市場跌入熊市，醫療保險成為避風港。聯合健康的股價近期持續逆市上漲 ，NVDA 股價今天最低跌到了86.6，但是收盤守住了91的前低。雖然這個價格非常吸引人，無論是短期搏反彈還是中長期局都可能是個良好的機會。不過需要注意，川普近日表示芯片關稅將很快開始實施，製藥業也將在不久的將來開始徵收關稅。芯片關稅將損害英偉達、SMD、博通、英特爾和高通等芯片製造商的利益，而且芯片也是中美鬥法的中心，因此這些芯片股中長期的不確定性增加了。即使英偉達股價接下來出現反彈，也不宜過度樂觀，反彈最多只看到120往路板。該計劃將持續到今年年底，股價現在盤後還在繼續漲。蘋果今天續跌了3.67%，一度跌破$180大關。彭博社報道認為，最新的關稅衝擊將是蘋果迄今面臨的最大考驗，即便蘋果加快多元化局，進一步調整供應鏈，推動供應商降價。一旦關稅按計劃實施，蘋果仍將承受成本和利潤率壓力。在2022年美股熊市中，特斯拉和 Meta 都被華爾街吃大戶，股價縮損了65%以上。蘋果因為有巴菲特坐鎮，再加上手握巨額現金，華爾街不敢肯這個硬骨頭，股價都沒怎麼跌。今年這次關稅政策可以說是精準爆破蘋果，再加上巴菲特撤離川普，一日不豁免蘋果的關稅，或者只要巴菲特沒有回來，就繼續場外等待爛蘋果自己從樹上掉下來。連特斯拉的死多頭 Redbush 分析師 Daniel Ives也坐不住了，他將特斯拉的目標價下調了43%至$315。我覺得馬斯克可能也無所謂啦，反正中國電動車市場都捐成這樣了，還不如一心從政，得了權利才是男人最好的春藥。反正財富他10幾輩子。美國鋼鐵今天盤中因股價上漲過快而暫停交易。消息面上，川普下令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對公司的收購案進行重新審查。川普給該委員會45天時間，就美國鋼鐵和新日鐵提議的措施是否足以降低任何國家安全風險提交建議。投資者對收購案的成功增加了信心，創下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以來最大單日跌幅。生科技指數今天收盤更是大跌17.16%，創下史上最大單日跌幅。我昨天凌晨3點半沒有睡，看住港股指數跌幅持續擴大之際，美股股指期貨夜盤往上拉，收窄跌幅。海外美元資本受港股回流，美國守護大本營去了，包括歐洲股市今天的大跌，也是因為資金回流華爾街。當大量海外美元資本回流美國後，美股早盤就那麼巧合的出現了暴力反彈。所謂的關稅暫停，那個假消息只是暴力反彈的藉口，是表象。如果沒有背後資金大量湧入做多，只靠假消息是拉不起來400點的。對於中國資產後市表現，國內券商和財經媒體也都是口徑一致宣稱，
短期或影響中國市場表現，但中期機會大於風險。川普的關稅政策目的有2個10%的全球基準關稅率，就是為了撈錢，這個沒有談判的餘地而影響。更大的對等關稅最終的目的是中國，至於歐盟，只是順便帶住打壓，再抽血而已。中國作為全球第一個取強硬反制措施的國家，這次明顯做好了打持久戰的準備，而川普這邊無論是為了面子還是震懾給其他國家看，也不可能輕輕放過。如果川普威脅新的附加關稅生效，美國對中國的關稅可能會升至104%，中美貿易衝突將會急劇惡化。中概股暫時不能碰，任何搏反彈的行為都是火中取栗，刀口舔血。等中美重新坐到談判桌後再觀察也不遲。